大家好，我係李文超。從今日開始，我每日教大家一招風水命理知識。我出咗兩本卦書，一本係六爻啟門拳，一本係六爻二出啟門。坊間稱我為卦神。我連續9年被奇文評為18名家，係香港嘅18名家。喺奇文雜誌同埋羊城晚報、亞太經濟時報、蘋果日報等等都有寫八字、八卦、風水等等嘅文章。喺香港中文大學傳授易學知識，接受香港中文大學嘅家長，喺香港科技大學傳授易學知識，接受香港科技大學嘅家長。呢個係我個人嘅簡歷。多謝晒，拜拜。